一年一度嘅 TVB 萬千星輝賀台慶已經喺電視城圓滿落下帷幕，可惜今年嘅台慶因星光黯淡、節目雷同、缺乏新意等等，遭到咗外界唔少負面評論。其實每年嘅台慶都係 TVB 各大女藝人爭奇鬥豔嘅事，今年同樣亦都唔例外。唔少女藝人都揀咗性感嘅裝扮，引發咗外界唔少熱議，輕輕鬆鬆就增加咗一波曝光率。要話今年台慶之夜着裝最為大膽、熱議度最高嘅，應該就要屬 TVB 人氣女星黃靜玲。認識黃靜玲嘅小伙伴都知道，佢就係憑借豐滿嘅身材收穫咗大量嘅話題，加上曾志偉上台之後給予咗黃靜玲唔少機會，所以呢幾年佢嘅事業發展得仲算唔錯。呢次嘅台慶之夜，黃靜玲依舊走嘅係性感風，只見佢化住精緻嘅妝容，一身淺色禮服將好身材展現得淋漓盡致，特別係大瘦事業線，更加係引發咗傳媒瘋狂影相。據黃靜玲透露，今年台慶選嘅禮服就係順從民意，因為喺挑選台慶禮服嘅時候，黃靜玲特意喺社交媒體上發佈咗限時動態，詢問各位網友台慶佢該穿乜嘢。唔少網友亦都係熱心留言，最終黃靜玲就挑選咗一條匯集大家建議嘅裙子，高叉、透視、深 V 等等，全部都係顧及。喺紅地毯上，由於着咗高踭鞋，黃靜玲走起路嚟，睇住每一步都係步步驚心。黃靜玲話俾記者知，自己做足咗安全措施，無論係前面定係後面都唔會走光。佢亦都時刻話俾自己一定要自信，能夠將呢條漂亮嘅着出自己嘅風格，積極響應咗網友嘅號召。黃靜玲亦都幽默嘅表示，希望大家能夠認同。當然最重要嘅仲係大家都睇得開心。